大家身体平安。今仔日是旧历，正月初几？初四吼，初四是还搁咧过年，对不对？哎，这无肯定啊！初四也毋是咧过年的款的哎。初四还搁咧过年吼，咱台湾的风俗，台湾人的历就是还到初五一段时间，咱拢还搁咧过年。过年是对咱来讲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咱会当甲咱的厝边的亲人拿到厝亲，啊，伫这个所在久久无见面斗阵，咱无人来北市咯，大家转来透过这个过年的一段时间，大家有组织，大家伫遐互相分享，啊，伫遐开讲讲话，三甲食饭，我想这是一个上帝互人，特别咱台湾人这种过节，这种极其水的这种的礼仪，啊，这是用钱换得到的，是用钱换得到的。一个大家看这是一个真宝贵的事，所以过年，我相信大家拢有这种的欢喜的情绪，大家三甲组织。有人欢喜是甲咱的亲人见面，有人是欢喜摕到压岁钱，吼，特别做这生意啊，摕到压岁钱。有人欢喜是讲过年啊放一个炮啊，大家啊真欢喜啊。有人是感觉过年啊穿一个新衫，对伊来讲是一个欢喜祝福。有当时啊，可能。也真注重这，但是过年就一定爱安尼。有人感觉爱食一个较清炒者，有人来讲台湾食清炒伊就是真素常啊。普通时你就会当食清炒，不过有人就真注重。过年就是大家亲人过来，大家食一个清炒，感觉这是一个真欢喜、真祝福的事。啊，我毋知咱伫这个过年这个中间，咱甲大家亲人斗阵的时阵，是种感觉。我感觉过年这个欢喜是爱甲人客啦，安尼吼。啊，外口人真多，车真多，总是着外口安尼，甲人安尼客者，安尼感觉较有过年比较欢喜。不管咱用什么款的方式，新群总是咱体会着过年这中间，咱拢会当感受到一种无共款的情绪，甲情景到咱一款的欢喜喜乐。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咱已经有享受上帝给咱这种的祝福。马上再开始，咱就真正人已经开始豆豆要进入上班的中间。总是咱年咧过，节嘛爱过，过节比过年开了紧，过年是咱的生活中间一部分，过节开了紧。其他都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每一天咧过日子，咱的生活中间咱所过的这一切，咱拢要了耶稣互咱的这准情来呈现咱上界大的支持。咱已经连续几个礼拜主日中间咧讲起耶稣所做的这行动，带互咱有真侪遐的感受，带互咱有真侪这的启示。今仔咱要三角来思考，耶稣伫伊的生活态度的顶面，甲伊的情绪、甲伊的精神的顶面，嘛，互咱有真大的一种的启示。伊的生活真侪时阵是甲伊的态度亲亲连结。耶稣的生活态度甲伊的生活习惯连结了，就是要带互咱一种的影响，带互咱一种的思考。咱嘛会当亲像耶稣安尼，咱嘛会当学耶稣。今仔咱的主题叫做耶稣的喜乐，这是咱的中文的写法，总是伫咱的圣经的顶面。不是安尼写，咱就讲圣经底下就讲耶稣的欢喜，耶稣的欢喜。咱台湾人咧讲这种情绪会到真激动、真满足的程度的时阵，咱台湾人可能加用欢喜这个名词尔，吼，欢喜这个名词。有人讲快乐嘛是啊，快乐是咱将迄个汉字改译做咱台语，快乐是咱台湾话，咱台湾话是用欢喜，欢喜。所以咱今仔日咱要用耶稣的欢喜，中文的圣经的理解，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是讲耶稣的喜乐。啊，伫这个所在，咱今仔日注意中间要做一来想。圣经内面耶稣有真水的形象，总是咱真少机会来看到圣经中间咧描写耶稣喜乐。你捌圣经的中间有几摆看到耶稣喜乐？咱的印象，耶稣互咱的形象印象是啥物？耶稣是一个受苦者，耶稣是一个孤单者，耶稣是一个牺牲者。真一机会咱看到，伫圣经的中间，咱甲咱讲的，耶稣是这种角色，伊的形象是嘛是安尼说，就是咱讲耶稣什么时阵有喜乐？你捌看过耶稣圣经内面描写讲耶稣笑？你可能真困难去看到耶稣伫圣经的中间讲伊咧笑，圣经有讲耶稣会哭。我咧讲耶稣咧笑，但是耶稣伊有啥物喜乐？圣经真少看到这个情景，总是若是安尼，是咱今仔日要讲的圣经咧讲到耶稣的欢喜、耶稣的喜乐的时阵，
咱要伫今仔日圣经在约翰福音15章内面，咱要来思考这段。约翰福音15章基本上，咱来看一段圣经，咱非常熟。你注意到伊咱写到即阵，讲到葡萄树比甲葡萄树，葡萄树比甲葡萄树的关系，咱已经非常清楚。我所以重点无要放伫即个。都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1节到第10节的部分，其他咱的信息要放伫第11节、第11节的部分，真少人去探讨这个第11节这个部分。这其中的10节咱常常听。咱若甲针对福音书约翰福音这本册的时阵，你讲到欢喜喜乐的一件代志在面，除了约翰福音的第3章的部分，29节讲到淡薄仔。过来就真少讲，一到约翰福音的15章、16章、17章，这3章有2、3章的圣经在的所在，短的所在，你讲到甲耶稣讲的，迄个欢喜有关的。15章今仔咱第11节的所在是其中一位，然后后两位第16章，约翰福音16章的24节，安尼讲，恁到当背捌伫我的名求什么？恁着求就会得到，互恁的欢喜满满，互恁的欢喜满满。这是16章，然后约翰福音的17章13节，各一节安尼提到欢喜的代志。17章13节，当我就问你，我要点世间讲这个话，要互因有我的欢喜满满伫因的心。啊，我要读一解这句话。讲要互因有我的欢喜满满伫我的心，伫因的心满满伫因的心。15章、16章、17章，这2、3节的圣经在，拢有讲到耶稣的欢喜，跟基督徒的欢喜。但是你有注意到一件代志无？耶稣将这种伊的欢喜，甲咱的欢喜，甲连结做伙。讲若无基督的欢喜伫咱的中间吼。咱的欢喜袂当满满，咱台湾来讲啊，圣经第一圣经讲满满，咱的欢喜就袂满满。啊，中文的圣经讲，咱就袂当得到完整的喜乐，袂当得到完整的喜乐。那请问你捌想过，啥物叫做欢喜满满、完整的喜乐？你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欢喜就欢喜啊，哪有啥物满满无满满？喜乐就喜乐，哪有啥物完整的喜乐？啊，表示咱人真厉害。第二像咱的人，咱的情绪是，人的情绪是受什么控制？受咱的身躯甲咱脑控制。啊，今仔日人无爽快，你会欢喜无？袂欢喜。你若破病还是感冒的时阵，你的身躯甲你的脑咧影响你的情绪，这是人上帝设计人身躯的一种奥妙。所以表示咱人嘛，咱的情绪嘛真有限。圣经内面讲吼，咱的情绪是受啥物控制？受过一项咱的内心真深内面、真内底下底迄个物件咧作用。所以圣经内面佫有一句话安尼讲，讲因道路歹代讲，原真咱道路一定有拄好的计谋，因逐人的念头甲心思不一清，逐人的念头甲心思不一清。这个心思咧影响咱的情绪，深到是啥物程度？无人会当知影，总是只有上帝知影。有了圣经内面，佫有一句话，伫遐咧描写人的心境，也是意思伫遐讲人的心比万面更较复杂，人的心比万面较复杂。深到一个程度，普通的人袂当了解，敢若你家己的潜意识会当知影，歹到一个程度。所以那是咧，咱咧讲，是安怎咱的欢喜袂当满满？啊，照中国的圣经讲，是安怎咱的喜乐袂当完整？为了一个完整的喜乐，因为咱人真厉害，咱受到咱内在真侪这需要的影响，所以你的欢喜是真个人的，但是你的欢喜真需要性，你的欢喜是真私人的，也是真小团体。恁兜的欢喜甲阮兜的欢喜不一定有关系。恁兜的欢喜甲全台湾的人的欢喜嘛不一定有关系。你一个人欢喜嘛袂当正，所以所有台湾人的一个永远甲你讲，因为你这个件代志欢喜，大家甲你留意啊，对不对？你的欢喜袂当正，所以咱台湾人所有人永远做起点的。每一个人欢喜是真私人的。
我今仔有买一个物件，我家己欢喜尔。这个物件是我要用，我家己欢喜，甲别人无关系。所以这样是私人的、个人的、小团体的。所以圣经讲，这种欢喜袂当永远，这种欢喜袂当久的，这种欢喜袂当长期的。因为即摆咱有真侪时阵讲，真基督徒啥嘛袂当伫生活中间过着一个欢欢喜喜、满足的。我举一个来讲，举一个啊，他说咱的金丝，第一首的圣诗，咱有印象，200封一首的圣诗，咱咧徛起面就是我来注意咱的金丝的诗的表情。他说咱叫200封一首，第一节的圣经的圣诗的第一节，安尼讲救主听人的声，我着安那来听，救主。听人的声，我着安怎来听？欢喜来听。当咱咧唱第一句时，我注意看咱的表情，真是咱的表情啊！由主听人的声，我着欢喜的声，甲咧念经安尼，无表情。咱的诗人讲，我着欢喜来听。第二首的圣诗480首的时阵。我心大欢喜，注定是伊。我嘛开始看咱大家表情。当咱咧唱这个诗的时阵，我心大欢喜，注定身边。有人就将这个诗的歌词来读，无感觉有注定的身边，也是感觉注定的身边介难摇，无介欢喜。咱的诗人讲，我心大欢喜，是注定的身边。咱姊妹。啥人基督徒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的欢喜跟伫基督徒生活有当时也无关系。安尼，你就会当你知影讲啥物原因？咱的欢喜是欠啥物件？啥人耶稣伫这个圣经在中间甲咱讲，我的欢喜点伫恁的内面，恁的欢喜才会当满满，你才会当有一个满足的喜乐。若无时阵，迄个欢喜敢若是一个空空暂时的底底，过了就无去啊，明仔载过了。咱就无过年互相恭喜啊，但是，是个真就是咱的生活中，咱遐来操烦，遐来烦恼。今仔要伫这个中间，咱要三角来思考，耶稣伊的生活中间，伊的态度真正影响咱基督徒360天每一个精神甲态度中间，大家咱伫迄个所在注意甲探讨。咱要三角来想，是咱耶稣来讲，我的欢喜点伫恁，是我的欢喜点伫恁，恁才有法度欢喜。然后恁的欢喜才会当满满永远。咱要三角想几个。然后咱三个伫咱的新年的中间的第一个主题，来请做咱伫今年中间咱的透早咱学习耶稣。第一个咱要三个想，耶稣的欢喜是啥？耶稣在经历人捌上帝甲较无上帝迄种的欢喜，人捌上帝甲较无上帝迄种的欢喜。咱有印象圣经咧描写讲，耶稣12岁时阵到圣殿时，伊皮肤咧找耶稣。但我想起，耶稣是走去倒位啊？后来耶稣伫遐甲伊的使徒人讲一句话，路加的第2章的49节讲：请主找我，也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也毋知我应该伫我的爸的厝。耶稣讲这个话时阵，你甲这上位人甲伊的使徒人讲起一件真要紧的代志，耶稣伫遐讲起，请我伊的上帝是爸的上帝，我的爸的厝。囝毋知我就住伫我的爸厝。耶稣是少年的时阵就较无要真捌上帝，伊上帝面就是伊的爸的厝，要伫迄个所在来亲近主。你看见耶稣有一摆真济机会，伫迄个讲话中间，你甲人讲起，你介绍天父上帝的时阵，伊拢用一个真亲切的一个字眼，甲上帝介绍做啥？爸，天父。看耶稣咧甲这学生教因哪祈祷时，耶稣嘛来讲，恁祈祷的时就安尼讲，我伫天的之面，爸。耶稣到时定时的时阵，迄是一个上痛苦的机会。路加福音咧记载，这段耶稣伫十字架顶，伊要过开的时阵，真大声伫遐讲，爸啊，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互你。所以你看。耶稣伊整个伊的成长的过程，到甚至到伊咧过身去的进程，伊一直咧讲起一件代志。伊甲耶稣基督，比耶稣基督甲上帝的关系是建立是怎样？甲咱亲情中间的关系。但是因为
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嘛好才真平等。咱嘛会当甲天父上帝叫爸啊，对不对？你的囝，甲咱的上帝祈祷，甲我讲做上帝，无，我是讲爸上帝，咱拢真公平。耶稣就是用这种的教导，我会当甲天父上帝是一个微关的，咱嘛是会当安尼，古代人嘛安尼，以后人嘛会，咱的时代人嘛会当安尼，迄是一个真亲密的关系。因为你甲恁老爸关系是真无好，迄个关系是真疏远，安尼就是另外一个战术。啊，无为什么？因为爸囝的关系是非常水，真亲切。你表示你真捌上帝到这个程度，你就会当甲上帝讲爸啊，欢喜的代志会当甲你讲爸啊，艰苦是时刻刻你嘛会当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你。所以耶稣咧甲伊的学生、甲伊的州份，即其他的门徒咧教是一个讲法，就是我安尼真捌上帝。我安尼较无上帝到这个地步，你嘛会当安尼通过安尼来得到一个喜乐，得到一个真正的欢喜。耶稣是用这种的精神，你甲这学生讲，因为伊嘛为着安尼来活。而且咱讲起耶稣什么代志令人欢喜？耶稣是用荣耀上帝来做欢喜，荣耀上帝做耶稣一生中间的欢喜。我唔知影有是就讲，咱的生活中间，你的学习中间，伫你的职场的顶面，伫你的公司的顶面，你感觉，也是你伫学校的顶面读册，你当用荣耀上帝来做欢喜的。欢喜有当时啊，甲上帝有当时啊无关系，咱基督徒有当时啊是安尼思考。总是耶稣要伫这个所在甲咱讲起，当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时阵，伊咧做一件代志，伊就是要显明上帝一个真奇妙的作为。上帝真奇妙的计划，伊若是要显明上帝一个极其水的一种的疼爱，上帝一个真好的一种性情，有圣洁、有仁爱、有团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将这个来介绍所有世界人，互世界人知影上帝是一种性情，上帝有拯救的计划，上帝是疼咱世界人，上帝要伫迄个所在守护人丰盛的性命。耶稣用介绍上帝，互人熟悉，做伊一生的中间荣耀中间的一个喜乐，伊的欢喜。所以耶稣伊感觉伊这个地球做这个工做袂善，伊只要来当将上帝介绍互人，伊感觉伊会欢喜。所以有一件伫圣经的中间，一句圣经在约翰17章的第4节，安尼圣经在安尼讲，我已经严格你伫地上。就是你所交代我行的工，我已经诚意；你所交代我行的工，我已经诚意。你所交代，我就诚意。用安尼来荣耀上帝，上帝有交代者的，伊就伫迄个所在荣耀。咱的主伫伊的一生的中间，感觉上帝所做的工，上帝所要立的这个旨意，伊爱甲伊荣耀出来。因为咱是受计算。主耶稣伫约翰15章的第10在讲，毋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耶稣拣选咱，了后，佫有最后一句话讲，互恁去结果子，互恁去结果子。当咱结果子的时阵，就是荣耀咱的主。每一摆荣耀咱的主的时阵，咱才会当亲像耶稣得到这种的喜乐，得到对上帝来迄种的欢喜。这是第三项。耶稣希望伊伫生活中间，伊无表达出来，总是力量荣耀上帝做一种的喜乐。第三，耶稣伫伊的生命中间是用上帝话，用上帝话做喜乐，用上帝话做喜乐。甲主有一个真出名的人，送伊一个字条啊。不管这个字条的纸是用啥款来纸写，我相信咱会讲。这个物件是真宝贵，因这个人是真出名的人，真有名望的人。你会将这条字条来当做一个收藏品，甲伊收藏起来，好好藏起来。甚至有当时你会甲讲，看，某一个足出名的人送我一个字条，你写几个字？假使你来你的字呢，是会当给予你的人生，像做你的人生头前进步一个重要一个路标，甲一个动力的时阵，你会用这几字、迄几句话，成做你一世人中间的一个动力。耶稣嘛是用上帝话来成做你的欢喜，
伊生的中间，伊也存主的话，存上帝的话最宝贵。旧约圣经有一个先知叫耶利米，伊就捌用上帝的话来看作宝贵同款。耶利米书捌伫遐描写讲：我万不的耶和华，我得到你的话语，就当作食米来食。你言语伫我的心中充满欢喜。先知耶利米咧讲这样子，上帝话咧讲做伊的食米同款吼，咱也需要食米。先知耶利米将上帝话当作食米，然后伊就欢喜，伊就欢喜。咱的主嘛是安尼，当上帝旨意、上帝话语到耶稣中间的时阵，伊就欢喜来受。我咱的诗200讲伊受就是安尼讲，救主听人的声，咱就欢喜来听，欢喜来听。咱的主是欢喜来听，咱的上帝的声，欢喜来受伊的旨意，然后伊就过到伊的生活中间欢喜。上帝话要互咱欢喜，还有一个真要紧的前提，就是顺服上帝。真正祈祷徒无过了快乐啊！咱咧讲信仰所有对平安甲喜乐，为祈祷徒过了无喜乐，你家看，你家注意看伊的生活，伊无喜乐，相反伊无喜乐。上帝话有啊，有圣经嘛，有圣经啊，有来做礼拜，有啊，有来做礼拜，但啥伊无过了喜乐？伊要顺服上帝的困难。只为咱的生活中间，咱的人生嘛是真自私要。上帝话放伫咱的中间，不过咱不一定要顺服上帝话。总是耶稣，伊欢喜顺服上帝话。为秘书的第2章1在讲伊本有上帝形象，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有接受的。然后最后就讲顺服到底死，甚至死的时候。这是咱的主。上帝话、上帝的旨意，伊的话语中间的时阵，咱耶稣欢喜伫遐接受。无甲上帝伫遐轻讲，我上帝啊，我甲你其实嘛是共款，我嘛是神。咱耶稣就安尼，上帝话就诚做伊顺服的一个上要紧的一个指南针。然后顺服，伊迄个过程中间，耶稣就伫迄个所在得到一个喜乐。啊，主的旨意得到成全。咱的上帝旨意得到伫迄个所在有成就，主耶稣俩这个做法。但只为咱伫新的年中间，上帝话引靠伫你将上帝话来看作是咱中国真出名的册中间的一句勉励话，也是劝世人，也是你愿意顺服伫上帝话，亲像耶稣顺服被上帝迄个旨意的时阵，你才会当伫迄个过程中间看见，将家己的需要放伫边啊，将家己自我放伫边啊。互上帝话语，诚做咱上界大的稳定甲舒服的时阵，你才当去体会到，啥物叫做听上帝的话就欢喜来听，然后伊去过程中间得到一个上界大的满足。最后一项，咱看伫讲耶稣，伊的生涯中间，伊经历着为着别人放弃家己迄种喜乐，为着别人放弃家己迄种的欢喜。真正机会，耶稣伫伊个教育的中间，讲话中间，耶稣的讲话甲伊的行动，就是咧做教育的工作。一个野手，一个行动，迄就是一个教育的工作。总是耶稣较济是用讲话伫遐来做教育，伊要让伫迄个所在看见着，伊的献身，伊的放弃家己，是要伫伊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去体验着。人嘛会当用安尼将家己放伫边啊，然后为着别人。来渴望别人，然后得到喜乐、满足甲幸福。这甲国家受到家己，迄是差真济，完全是一个对比。耶稣伫使徒行传20章的所在讲到一句话，讲互人的比甲摕佫较福气。这毋是考验书内面写，伫使徒行传内，互人的比甲摕较福气。然后甲伫16章内面讲，互人的就要互你，互人就要互你。主要说，这个所在一个强调一件代志，就是付出的行动，付出的行动，付出的过程中间，主要所感觉，迄个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关照，那是一种的看见，一种的应用。耶稣欢喜，家己行伫是家顶，伊也放弃家己付出，伊感觉人会当伫迄个所在得到拯救。人会当用安尼来得到和平，人会当安尼认为得到救。
这是上界大的快乐。所以安尼，耶稣欢喜安尼来做。所以伫圣经的中间，你真少机会看到耶稣笑。你要找耶稣笑的圣经真困难。总是耶稣过了真欢喜。中国的圣经讲，耶稣过了一个喜乐的人生，而且这个喜乐是一个真完整。所以约翰福音15章的第12节，耶稣在讲一句话，一句话，互咱去思考一世人，讲恁的欢喜是爱甲我的欢喜对不对？我的欢喜爱肯定恁的欢喜内底，恁的欢喜在当地的满，在当地的完整。有这个时阵，咱无伫信仰的清代来去思考起来，咱做基督徒是世人可能咱不一定了解什么叫做欢喜。基督徒的欢喜，原来闭关这个所在。所以安尼倒转来看，约翰福音的15章的第1节到第10节的清楚，哇，原来就是安尼生。迄个葡萄树甲葡萄枝，原来是这个关系哦。你细汉听到这阵，啊，听知？枝是要荣耀上帝。枝是要荣耀葡萄树，枝若无结果子的时阵，袂当荣耀迄个葡萄树。咱甲上帝迄个关系连接起来，耶稣基督内面迄个欢喜若无连接起来时阵，咱欢喜袂久的。今仔过年，明仔若无过年是要安怎？今仔有通恭喜，明仔无通恭喜是要安怎？昨我对北部转来时阵，沿路看到北上的车，我说讲讲读车读甲弯。你当想，这伫车顶的人，因可能搬转去差不多过礼拜了，迄阵刚拜准备，可能爱准备开工，还是要开始开业啦。毋知是几万人，我袂晓算。规个高速公路风暴车，拢全部都袂停当。伫车顶这人，你想伊啥物欢喜？伊嘛是咧过年，但是人嘛是咧过年。但是安尼时阵，迄个欢喜是啥？敢有孤单会当孤单？当咱在台讲，哇！耶稣咧讲迄个真正欢喜甲喜乐，迄个孤单，就是建立甲上帝中间迄个关系，然后才会当放伫咱生活365天的中间，日日你才会当过到这个完整。完咱4年中间，会当对耶稣基督所行这行义来面，一个简单的行动，耶稣简单的为中间去看见，咱的基督徒生活会当过过深入，哪过哪深，然后看见有上帝真深的教导，互咱一支枝。葡萄树枝，会当个人透过顺服上帝话，荣耀上帝，然后看见耶稣放下家己迄种，会当得到迄个喜乐，意外会当得到这种欢喜，满的状态。但是马上来听，四年主我来想，你是四年主，你将我的主名意志放伫我的内底，我伫地面上我的属龙高尚最合心的。每一个人，我哋当伫这个地面上无人走走，努力打拼，累积淡薄的成果，为了要阮伫未来的时阵当安养，过了完照。总是你甲我讲，真正健康的死命，是爱一个喜乐的人生。所以你甲我讲，我是葡萄树枝，我若真正愿意完全交托伫你的时阵，你就勇气关。我会当结果子，会当荣耀一丛对你来一丛葡萄树。主你将基督的听来享受伫阮的中间，我会当去经验到基督的听了，阮的生命内底才会当欢喜满满。若无真正基督的听的时阵，阮的生命内底真空虚，阮会当来遮做礼拜，阮有智慧，阮有圣经，就是阮无需要，阮会当去做完成。所以，即个对耶稣基督所行所讲的这个有中间，来请做阮一种反省。伊都爱过了，也无伫过年欢喜的过程中间，趁这个机会，趁这个气氛，阮过一个一个新的字，甲主定心定结搁较爱，然后伫主里内面享受到主里的欢喜伫阮的内底。阮规年的中间，阮永远要经验着亲像主里所经验。永远，别人袂当抢夺去，迄种欢喜伫阮的中间。真正真侪接触阮的人看见，伫阮的心中，伫阮的讲话，